嘛，这个第三批奥运的国手，包括着体操队甲轻艇队再去回国了。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，都是摕到体操铜牌的亚洲鸟王董家宏。这个亲友团甲迷众，一透早就甲接机的大厅钱甲甜甜甜。董家宏讲，这届比赛无做甲真完美，但是是尽力要来展现台湾精神，互全世界看。伊嘛来预告讲，会积极来备战，提升着动作的困难度。体操国手董家宏、丁华店甲轻艇国手吴孝璇、张竹涵伫欢迎声中凯旋归公。家宏，我们欢迎你回来。摕铜牌亚洲鸟王董家宏亲友团，甲伊迷众由红布条啊，佮亲手做奖杯型的看板。黄底白字写一个印，佮用董家宏的人形的相片，连学校体操队嘛拢到齐，透早5点就起床啊，专工来接机。没有做到非常的完美，但是我也是尽力的展现台湾的精神，去给国际看说台湾的选手就是这样子不放弃，然后可以坚持到底。我也会继续努力，对，那下一次可以把奖牌再擦亮一点。到回国年都已经想到后一摆比赛积极的备战，讲要提高动作难度。下一个周期难度会再往上提升，朝向就是自己猫跳可能会往900去做创新训练，把那个差距拉到更大。董家宏嘛讲到比赛后流目屎，大部分是因为释放压力。感谢团队，感谢太太加厝内人。你是最棒的，我知道他恢复的状况怎么样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他自己也不会勉强他自己。吊杠的那一刻，我就马上来，家宏，你很棒，辛苦了。他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，他已经是金牌了。体操精英丁华店轻艇国手吴孝璇甲张竹涵虽然无成功的晋级，不过表现同款受到鼓励，真正朋友拢到机场迎接因。第三批国手转来国内，不过大家看起来拢袂忝，颠倒已经做好未来备战的规划啊，继续要向梦想打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